市面上的莱姆大多都是国外进口的。不过您知道吗？其实，在新竹竹北有这么一位台湾莱姆教父曾文珍，将近20年前就已经开始种植有机莱姆。曾文珍细心照料莱姆园，坚持不撒农药，还要徒手的抓害虫，甚至呢还为莱姆树一一的要穿上衣服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拜访辛勤的莱姆教父。新竹竹北稻田中这一座农园特别醒目，有台湾莱姆教父之称的曾文珍在这里打造自己梦想的园地。一整片的莱姆园果实已经结实累累，已经7分熟了。它现在这个表皮啊已经有油面了。莱姆原产于东南亚地区，在台湾很少大面积栽种，因为气候关系，成熟的果实是呈现绿色，和柠檬长得很像，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。好像有一点酸啊。一切开来，莱姆散发浓浓香气，果肉晶莹剔透，除了拿来泡茶、入菜，还可以连皮一起吃。纤维质，它纤维质很高，它可以帮助排便。曾文珍在果园里仔细照料，每一株莱姆树都是他的心血结晶。来自务农世家的曾文珍，18年前因为单纯的兴趣开始种植莱姆，坚持有机栽培。要眼明手快。手上抓的就是莱姆树的天敌天牛，不但成虫会啃食树皮，还会在树根产卵。一个不小心，1年的辛苦就会白费。就是这一颗就搞不定，那就眼睁睁的就会看它就走向那个西方去了。这个是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夜盗虫。不但费心抓虫，曾文珍还为莱姆树一一穿上衣服。衣服跟它包起来，这个还要包厚嘞，包太薄还不行嘞。即使顶着大太阳，曾文珍还是不怕辛苦。因为这个坚持的话，对我们自己有利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身体健康维护到了；第二个，消费者的健康也被我们保障到了。莱姆怕果蝇叮咬，也要当心果实被树枝上的细刺给刺伤。曾文珍展现了客家人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上山唔歹斗，唔懂不怕臭。不如在客厅翘脚那边聊，在那边休息好。你上山不带刀，你的刀随时要用到。莱姆园外头的围墙种植的是传统客庄常见的扶桑花，除了防止外人入侵，其实还别有用途。还可以挡农药了。如果隔壁有在喷农药，飞过来挡掉。就是因为费工，所以曾文珍的莱姆园产量有限，但是他坚持无毒的理想，追求梦想，绝不妥协。莱姆浓郁的香气在曾文珍的梦田里飘散，无毒的坚持在每天和天牛的奋战，在每回替莱姆的套袋里实现客家的不认输，也成就您我的感动时刻。